后来继续来看进前，有人涉嫌协助5000个中国客非法到台湾来。这个检调侦办发现张安乐的后生张伟，伊所开的旅行社嘛有卡到，所以检调人员就针对张伟所开的6间旅行社来搜索。不过张伟无离台湾，检调就传唤伊的太太甲3个员工到案说明。张安乐嘛来到现场，痛骂讲这是选举操作。 检警搜索北龙张安乐后生张伟住的所在，并且带走华夏大地旅行社3名员工甲伊太太王祖英，因为因经营旅行社牵涉到一个姓杨的查甫人涉嫌协助超过5000名中国客非法来台湾的案件，张安乐佫专案到现场去解说。我们还有权利批准了，是你国安局是移民署批准的。你今天所有问题你自己要检讨，自己要办自省，因为我们怎么知道？ 大陆客人每个人客人的背景，张伟嘛透过面册分享直报，指控检警去旅行社搜索，不满伊本身被抵这个暗道中国官员来台的无啊。姓杨查甫人涉嫌成立12间人头协会，被控告交给国内20多间旅行社，张伟华夏大地旅行社嘛牵涉在内。人头协会提供假交流文件，帮助旅行社甲移民署申请第2专业交流团体入出境许可证。 涉嫌协助超过几千名中国公务员假交流真员工来台湾游览，赚每一个人头费用2000块，补助的所得超过1000万。检警比对发现，这个华夏大地旅行社今年6月份和10名中国人士来台湾交流，这个姓杨查甫人的口座就加2万块。详细案情检调还阁深入的对站。